疫情期间体育署推出动资券来进行运动产业。早起有立委开记者会，因表示讲，文化基金平均一档拢有8亿到20亿的经费，所以呼吁体育署应该要比照文化部的艺文券固定来发。体育署嘛表示讲，一定有在规划，3月底就会对外公布。疫情解封，国内产业长起步。立委张廖万坚表示，体育署去年的运动发展基金比原本预计加出20多亿，呼吁体育署应该比照文化部推出文化礼金的方式，将动次运动馆变作常态性的补助。107年到111年几乎每年的运发基金，就是运动彩券10%的收入呢，都增加了8到20亿，推动运动产业，要振兴运动产业其实体育署透过这个运发基金的增加的财源来推动是有必要的另外，立委黄国书嘛表示，运动基金有盈余，就应该好好运用，刺激国内运动产业。面对诉求，体育署表示，目前已经有参业者甲专家讨论常态性的补助方案，上紧3月底就会公布。初步方向是先针对学生族群培养运动风气。我们3月底应该会研议具体的方案来对外来宣布了哈，大概还会再跟相关的一个运动产业的相关的业者，还有相关的一个学者专家来做最后的确认哈，我们才会对外来说明。已经有高达7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的补助，包括学生参赛，包括学生观赛也补助。除了培养校园运动风气以外，体育署讲，运动产业的补助其实一直拢有，未来会针对企业发展来加强推广。记者麦上现场转由台北报道。